聽眾朋友們，大家好，我係珠海市斗門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局長李建成。3月25號下午5點半到6點半，我同我嘅同事將作客斗門電台，服務群眾敢擔當928民生議事直播節目，就城鄉融合發展、品質住宅建設、農房風貌提升、行業監管治理等方面嘅話題同大家交流。歡迎大家積極參與節目，你提出嘅資訊同埋訴求，我哋將熱心解答同埋跟進處理。歡迎你參與 FM 92.8斗門電台服務群眾敢擔當928民生熱線節目，民有所呼，斗有所應。如果你對民生大小事、社會公共事務等有意見或建議，歡迎你喺節目直播期間撥打熱線電話5213-640、5213-740，與主持人上線單位即時互動，上線單位將現場為你解答。另外，如果你對本期內容有任何意見和建議，可通過今日斗門微信公眾號嘅互動區域，或撥打24小時熱線電話5213-640、5213-740留言，我哋會認真篩選並轉交相關部門，喺跟住落嚟嘅直播節目中及時反饋。